来看台中去年咧掠一桩毒品案，迄当阵一个警察队的小队长，煞将警方的行动漏泄予毒品贩仔，互伊会当提早选去中国。今年6月，检方发动搜索，查出这个小队长已经漏泄6摆机密啊。今嘛法院依照伪造文书、泄密等等的罪名，甲判刑2年3个月，未当缓刑。 警方甲涉犯未到的人逮捕，毋过姓张的主嫌早就已经走去中国，到今也未抓到。因为办案过程无顺，进一步查出是有警察泄密予毒贩。一个捌做过部防分局侦查队姓刘的小队长，涉嫌利用职务，几啊摆甲姓张的毒贩漏泄警方行动，甚至有污洗情形。台中地方法院经过审理，一审甲这个姓刘的警察判2年3个月，而且未当缓刑。 对国家公权力及法秩序伤害甚巨，合计共判处有徒刑2年3月，其中7月得1颗罚金，6月得1服社劳动，其余1年2月需入监执行，均不予宣告缓刑。 台中武防分局去年7月扩大侦办网络卖大麻毒品的案件，找来源甲收证时，发现行动受到阻碍，而且嫌犯疑似拢先知影警方的行动，推测内部有人泄密。检方收证时，阁发现这个小队长毋但甲毒贩见面，阁偷偷帮助伊出境，7年来泄密6届。今年6月，超找武防分局，阁逮捕这个姓刘的警察。警方表示，姓刘的警察也依照规定停职。 刘元经台中地院一审判决，宣告多数有期徒刑，其中包含不得1颗罚金，1服劳动及缓刑。本分局依法报请办理停职事宜。警方表示，这个姓刘的小队长做警察已经20多年，案发了后调任大雅分局一般警察职务，这几工拢请假，后续依照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甲停职。 除了尊重司法判决，未来也会加强第一线警察纪律的要求，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